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佮有45节。创世纪29章第9节到14节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赐你的人。牧师以前伫美国牧会教会有一位同工，伊是第2代的台湾人，就是所谓的 ABT 啦吼 ，American Born Taiwanese。虽然伫厝里拢甲家长讲台语，但是伊的台语基本上是对迄种美语翻译过来。伊甲我讲，伊伫年纪真细的时阵呢，有一天甲伊的相款台湾第2代的这个朋友有一点点安尼口角争论。伊就甲伊的朋友讲吼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叫我的好兄弟来吼。原来的英语因是安尼讲啦吼 ，Wait for a moment, I'm calling my good buddy。当场就引起在场所有的人安尼笑甲安尼吼，因为好兄弟伫台语的中间，除了咱讲吼，咧指着这换贴的以外咧吼，佫有人讲是迄种死人啦吼。咱知影伫民间宗教吼，7月半拢爱拜好兄弟啦吼。有某一个政党这个推荐的总统候选人呢，伊真爱甲人安尼吼搭肩胛头，来称对方是做兄弟吼。基本上这是一个江湖的一种社交的方式啦吼。迄个目的是要为着要表达甲对方有真好的关系，安尼家己人安尼啦吼。咱今日看到经文讲到雅各伫这个古井边，甲其他的雇养的人做伙来听候其他的雇养的人来。后来伊阿舅的查某囝雷杰带着老爸的羊群来，雅各就赶紧安尼将这个古井顶悬的石头来刷开。这个做法是要来扭近迄种的关系。圣经的记载讲，雅各伫甲因讲话的时，雷杰带因老爸的羊来，因为是伊得过。雅各看到母牛列班的查某囝雷杰甲列班的羊群，就进前将石头刷开，互列班的羊群来啉。应该是安尼讲，就是雅各对真远的故乡突然来到这个所在，美索不达米亚见到这个雷杰，就亲像迄落看到家己的亲人，虽然第一摆看到。圣经的记载佮安尼讲，雅各斟雷杰，甲伊请安，佮大声吼。雅各甲雷杰讲，伊是因老爸的外甥是利比加的囝，这就是咧扭近迄个关系啦吼。当雅各到伫阿舅列班的家了后，列班听到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出去接伊。伊不但用斟的来表达亲热，也用这个揽的来表示接纳。圣经安尼讲，你个就走转去甲伊的老爸讲。列班听到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走去接伊，甲伊揽地，甲伊斟，带伊去因兜。雅各将代志经过拢甲列班讲。这个斟的动作是为着要表示甲雅各的特殊的关系，所以咱就看见讲列班嘛安尼甲雅各讲。你真正是我骨肉之亲，
雅各就甲伊住1月日。这个就是迄个，亲像咧讲家己的厝里的人，无论是雅各还是列班，因的动作就是要来表示迄种亲人的关系，是一家人啊，家己的人。也因为雅各安尼就受到邀请住落来。这个情景就亲像大笔的诗篇，伊也安尼咧讲，踮伫你的埕1日，较赢伫别位踮1000日。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，嘛毋愿踮伫邪恶的人的厝内。基督徒终极的目标，就是要爱踮伫上帝的殿，来讲上帝的家啦吼。所以大笔讲啊真清楚，宁可住伫上帝的殿1天，嘛无爱住伫邪恶者的厝里1000日。咱头前讲到迄个好兄弟，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：愿伫天里的爸。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的个别中间也有安尼一句话：第一段，愿信上帝创造统治甲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。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会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会受苦钉死伫十字架，搁活，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。互咱甲上帝结合，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的中间赏赐开力，互咱伫万百姓的中间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信仰个别甲咱讲，正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互基督徒就因为安尼有机会进入伫上帝的家，正做上帝家里的一份子。耶稣基督非常重视这方面，伫约翰福音，伊也提到着基督徒的使命，得爱敬虔，得爱进入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因为安尼咱就伫上帝内面啦。司提反伫咧接受审判的时阵，对遐审判伊的人安尼讲：大笔有得到上帝的欢喜，通求上帝准伊为着雅各的家找到一个徛起的所在。毋过后来为着上帝去圣殿的是所罗门，其实至高的上帝并无住伫人的手所造的厝，亲像先知所讲，主讲。我的宝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垫。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件拢毋是我亲手所创造的吗？如果咱是迄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是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，那安尼咱就是已经正做上帝家里的人。因为主耶稣基督教示咱的主祷文就是安尼祈祷，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成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因为安尼，司提反所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，安尼讲：主讲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踏椅。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件拢毋是我亲手所创造的吗？咱要怎样会通进入上帝的宝座，亲近上帝的脚踏椅？进入伊的殿宇呢？司提反讲：恁
恁遮尔固执，恁的心硬，耳孔毋听，恁甲恁的祖先相像，不时反抗圣神。当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的迫害，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，遐个人拢互恁杀死。当恁诚做出卖搁杀死迄位仆人的人，恁是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遵守主的诫命，就是进入上帝的家，诚做上帝家里的人一个真重要的条件。诗篇105篇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伊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找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找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新约甲伊所讲的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，伊会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伊的应允直到万代，伊会记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，伊将这个约互雅各做规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互你，做你应该爱得的产业。45节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保守阮会通伫最近的2个风台侵袭的中间来安全度过，也保守阮度过疫情搁再度扩散的这个中间得到健康。再次，搁将2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交托伫主上帝你的手中，求主你赏赐安慰甲平安。伫主的面前谦卑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